来看世界棒球12强赛，咱台湾队摕到冠军。唔那安尼，即马咱的台湾囡仔伫 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嘛表现甲真赞，并入去复赛了后，昨昏是对中国，咱是以16-0甲中国队拍甲密密麻麻，提早伫第4局就结束啊。那今仔日，咱台湾囡仔要对决日本拼冠军。真大力讲出外野的安打，全场是跳甲一直休，选手轮流起立，直到一直讲出好球。外交守备的状态同款等真悬的水准，投手嘛强势压制，一直持因三振，不互对手有任何机会。每一场球赛，我们认真努力去打，这样就很好。台湾小将去到日本出战 U12亚洲小棒锦标赛，一路过关。复赛第一战27是对决中国，以16-0完封对手，而且比赛搁敢若拍4局就提前结束。在实力伯仲之间的这个台日韩3队，对战中谁能够掌握到的进攻契机的话，那谁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增。复赛后一场的对手是强棒地主日本，一场台日大战搁要开始啊！教练嘛到球场来争取记录各国的比赛，希望帮助台湾国际赛搁一摆摕冠军。尤其伫12强的经典赛了后，野球人才的培训嘛引起讨论。我们很感动的是他自己的主动积极。其实场由江坤宇、林玉明等人，拢是细汉囡仔的时阵就投入野球训练。汤圆嘛第一个出声，宣布投入1000万成立野球天赛基金。高雄嘛拍算明年增编1500万的预算来补助3级野球，但是具体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让国内野球的发展变得更较好。日本，你看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？你看他高中就有将近2000多队了，那台湾才是有多少队？我们把这个面能够做大一点，国小开始就慢慢的给他们基础的养成，慢慢的一步步的这样上来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们不是偏远学校的学生，偏远地区的学校，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们天龙国的学校应该有很多的经费，那就一直不断的可能被拒绝。以我们学校来说，我们现在是纯棒球的学校，可是我们专任教练只有1位，真的不足。来看目前的困境，有经费无够、募款困难、企业的赞助少、欠专职教练等等。对大方向去看，嘛有球队的数量无够多的状况，更有学校讲到运动科学的重要性。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，应该是停留在所有我们数据的收集跟分析。在应用的部分，我们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。要培育出更较侪优秀的野球国手，对师资、金源、科技设备敢唔普及？目前看起来，伫真侪层面拢有需要拍拼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